區補選選舉論壇。大家好，由5個立法會議員辭職引發嘅5區公投，將會喺5月16號，即係2個星期之後嘅今日咧就會進行㗎啦。咁呢次嘅投票咧就尤其重要，因為咧投票嘅時間咧正就係政府公布咗2012政改方案之後，立法會表決之前。咁所以咧，全港300幾萬有多嘅選民咧都可以透過一張選票咧話俾當權者知，你要唔要盡快實現雙普選，你要唔要廢除功能組別。喺今日較早時候咧，我哋已經進行咗3場論壇㗎啦，包括有九龍東、香港島同埋新界西。嚟到呢一度咧，今日去到呢個時間咧就有新界東嘅候選人㗎啦。咁啊，先介紹咗自己先啦，我係林宇陽，另外咧就係Michael Mo。好啦，4個候選人咧，今日咧就有3位選擇咗出席嘅，包括係有1號嘅梁國雄長毛，2號嘅周庭，3號缺席咗嘅陳國強，同埋4號嘅胡世全。多謝晒各位。我諗Michael 你不如解釋一下我哋今日嘅流程會係點樣啦？好，咁就同上嗰3場嘅選舉論壇咧嘅方位差唔多啫。咁首先一開始咧就係每位嘅候選人會有2分鐘嘅時間咧，就會作呢個政綱嘅介紹同埋演說。咁之後咧，每一位嘅候選人咧係會有互相發問嘅時間。咁每一位候選人咧都可以揀是但另外一個候選人咧發問嘅時間係1分鐘。另外嗰一方面即係被選中要回答問題嘅嗰個候選人咧就會有5分鐘嘅時間作答，而呢5分鐘嘅時間裏邊咧，發問題嘅候選人係可以加入討論㗎。好，咁但係同咧上嗰2個論壇唔同啦，我哋今日咧台上邊咧就多咗2位嘉賓，咁分別係阿 Q 仔同埋譚志強。咁咧一陣間咧佢哋咧係會有1分鐘嘅時間咧係會去問問題嘅，各位會有1分鐘嘅時間去問呢個候選人嘅問題。咁候選人仍然係會有1分鐘嘅時間作答。咁當然啦，亦都會開放翻俾各位喺西洋菜街嘅聽緊嘅各位市民，會有1分鐘嘅時間問，咁亦都係台上會有1分鐘嘅時間答。咁之後過咗之後呢，我哋會加長呢一個自由搏擊嘅時段，去到9分鐘。咁所以呢，過咗9分鐘之後呢，就會係每位嘅候選人呢，最後呢會有1分鐘嘅總結。咁樣。好啦。咁大家準備好，咁先請1號梁國雄長毛，你有2分鐘。首先好多謝香港人網做呢一個論壇啦。咁就你睇到呢一個其他嘅傳媒嗰種不堪，優啦、有線啦，兩個電子嘅媒體啦，係當呢一個今次嘅補選所策動嘅5區公投咧，都係冇到嘅。香港嘅全嘅生態同埋學者嘅呢一個畏縮遠疑咧，係我喺呢次選舉裏邊最深刻嘅了解。而家好多學者咧就喺隔離，即係喺對面海咧就遊緊行，就係叫做普選盟。呢啲咁嘅學者同埋咁嘅傳媒，最深刻咁樣反映咗共產黨希望香港變做一個軟骨無言嘅城市。所以今次投票唔使講其他嘢，就係攞翻個尊嚴先，係咪？你話唔得唔得啊？你話唔準投唔準投啊？咁咪有病啊有病啊，執劑佢啦，食藥啦要，係咪一人1票揼實佢啊？要揼實啲喎，係咪啊哥？嗱，我而家話俾大家聽，我嘅政綱就係醫好呢一個政治豬流感。政治豬流感咧就發生喺曾鈺成身上，你唔信你聽日走去立法會門口上嗰棵樹度，你見到有一個半豬半人嘅人爬緊樹，呢個就係政治。20秒。呢個就係咧共產黨徵候政治豬流感嘅，共產黨靠得住，豬乸會上樹。多謝梁國雄。下一位就會係2號嘅大專2012周庭。我估大家都知，我點解出嚟選啦？咁我唔重複啦。我知道咧，普選嘅而家咧就遊緊行啦，喺對面海。咁我哋知道早幾日咧，民主黨就出咗一個
內部同黨員嘅一個共識啦，就話咧啲黨員咧就可以以個人名義去幫今次公投，無論係公社兩黨或者大專營一二去助選。咁但係咧就真係廢噏嘅，個人名義使乜你黨開聲咧？我哋睇到咧，而家我哋對於一啲所謂溫和嘅民主派，其實已經好失望，因為唐英年呢個政改方案霸王硬上弓，佢哋咁樣都可以仲去堅持所謂溫和嘅路線，不停喺度對住啲傳媒打擊呢個公投嘅合法性。我哋靠佢會唔會有民主呢？有學者話叫我哋飲多2屆功能組別，但係大佬，我哋而家好多市民就係俾呢啲官商勾結嘅問題，每一日都係壓迫緊，每一日都係水深火熱。佢憑乜嘢代香港市民去飲多2屆呢？我哋而家就係要話，我哋香港回咗歸以嚟，其實呢都只係一次再殖民嚟嘅啫。因為咧，功能組別係港英留低嘅，但係而家中央統治我哋，佢哋咧帶頭釋法，破壞我哋一國兩制，破壞我哋港人治港，仲要繼續去維持呢個咁嘅功能組別呢啲特權階級，就係維持佢哋喺香港可以繼續去干預我哋，唔俾民主我哋。我哋而家仲忍，我忍咗10幾20年。唔好講咁多啦，我覺得5月16號你唔投票咧，你就對唔住你嘅下一代。時間夠啦。有請4號何世全。好，多謝大家。咁我就叫做胡世全啦，咁樣。咁我有個名就叫做提多嘅。咁啊，我未信耶穌之前咧就叫做老虎啊，我綽號嚟嘅呢個。咁我15年前咧，我信咗耶穌啦，咁啊老虎就比較兇猛啲。咁我都想做一個忠心又良善嘅僕人。咁啊，好多人話我今年50歲啦。咁其實一個回歸社會嘅時間，因為我小學未讀完咧，我就出嚟社會做事。我第一份工喺酒樓裏邊做，我做過鐵器學徒，我揸過7年嘅士，我喺貿易公司裏邊做過，我又開過西餐廳。咁喺各階層生活嘅難處咧，我係完全可以明白。咁由於我哋本身又係做殘障人士，我係榮譽會長啦。咁另外我喺教會裏邊有服侍嘅，咁我哋都係照顧有啲智障啊、精神嘅。咁好多人遺棄佢哋，但係咧我就最中意收埋佢哋。好多人話200幾磅兩個打來打去，咁你都可以忍佢嘅。咁唔忍佢又點咧？佢嚟得我屋企，我就當佢屋企人，係咪？咁我都講翻個政綱啦，係咪？我政綱咧就爭取2017咧實現雙普選，取消立法會全部功能組別議席，爭取特首普選人數及降低個門檻，檢討高地價政策，垃圾分類回收同埋再造業。今次咧，我係以一個獨立人士參選啦。希望多啲為市民爭取民主同埋民生，多謝大家。OK， 好多謝胡世全啊。好，咁接住嚟咧，下一個時間咧就會係候選人咧互相提問嘅時間。咁首先係梁國雄，咁你可以是但揀其中一位候選人發問，你有1分鐘嘅時間發問。我想問下周成啦，即係正話有位學者話等多8年，即係等呢個要等多8年先至廢除呢個民主嘅選舉。其實嗰個學者係咪可以移民翻大陸咧？永遠等，你認為咁樣？你下次見到佢會唔會同咁講？唔使等啦，佢移民翻大陸係可以一路等。我覺得咧我就唔針對嗰個學者啦。嗱，尋日咧大家有睇明報咧，就有位社會學家咧就話爭取民主咧就要各施各法，咁但係咧呢啲真係你唔講真係好過講啦，呢啲阿媽係女人嘅嘢，使乜你講咧？由頭到尾，佢哋咧就不停喺度打擊公投嗰個合法性，然後自己咧談判失敗咗咧，